將主還克己使失志不亦一學，要秉主萬行來不亦得學，言不低理不穩不亦君主學。地將要主還，其為人也好德，如何還鄉者善意，不可還鄉如何不亂者必之有也。君主不本，本立理德性，好德也者，其為人之本無。第三章主還他人良善，善於人。第四章將主還我之三性我心，為人無理不忠厚，有朋友交理不信厚，團不識好。第五章主還得天性之高，敬事理信，這樣的愛人，疏人以喜。第六章主還地主之節孝，出節地，敬理性，還愛將理親人，行有無力，則以學問。將主下還輕輕一聲，是父母領結其烈，是君領避其心。有朋友交，言理有信，雖我避客，我必為之克義。第八章主還君主不忠，則不威，克則不告，主忠信。沒有不如己者，各節不當改。第九章將主還新疆對岸，並得歸何意。十章夫勤論有主狂還，夫主之有是當也，不聞其情，求之無也惡之無。主狂還夫主溫良將謙良以敵之，夫主之求之也，其主以何人之求之無。11章主還夫在觀其志，夫不觀其行，三年無改有夫之道，可為好矣。12要主還內之用何為貴？先王之德斯為利，孝代有之，有所不行，彼何離何非禮節制，也不可行也。13章要主還先見無義，言可學也，將見無禮，還體辱也，因不是其親，亦可當也。14主還君主是不求報，故無求安，令有事理信有言，就有道理正言，可為好客也矣。15章主狂還典理不忝，夫理不教，何如主還可也？比了典理的夫理好禮者也。主狂還是聞如車如車，如刀如矛，以書之為無。主還是也是可有言是意義，各自往理必來者。16章主還不還人之不義地，還不敵人也。